收到消息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消息？你看那个走势就是，中东那边暂时打不起来，但以色列那边想打，伊朗和美国不是有建立那个军事热线嘛，这边打不起来了。在俄罗斯那边还有点问题，中国和南海那边应该有问题，所以黄金还要涨。因为中国连续买到。中国、香港、台湾，中国这边是买2200多的黄金，这2个月一直在买。球你好好跳，这个音乐我听到就这样动不来了。国际通报的什么意思？看形势就知道了。
这曲球穿那个。现在17穿了正装了，不是正装，穿了长装。叫团队，这个团队要哪个讲嘛？要给罗桑那边说，它里面要分组。好多形式啊。对。我想看，我看上。你没加啥子团队？没加。加没加？没加。加团队要。分组拍嘛？分组。哎，筹码出来了。筹码出回来了，这个也回来了。一直在外面跑。这还在哪里哦？筹码出，哪会直播了？哎。走马来走，走马来走，应该叫不叫他叫走马来走，走马来走。这个不认识。这几个小朋友，实时保温了，又要放下去吗？
刚刚回来吗？回来有半个月了。半个月了，哦，第一次看到你，第一次。杨金。
当哥哥怎么不来？哥哥啊，受伤了还没好啊？啊？还没好。好多天都没好。就是啊，他要就是受伤了的嘛。不用，就酒店时看清楚一些，就单独人拍，单独拍。金花今天终于到齐了。哎，还有老五不叫馍也算是。也很久没见到他们一起了。差老五了，老五，吴江木在老家嘞。左把的左，用二。因为这4大美女都来了。
终于回来了啊！好久一直在外面嘎，一直在青海那边嘛。哦，每个地方都有。你和于洪集中在一起，基本上嘎这段时间。啊，所以说的好多作品要每天。对。到处去看第二个。哦，在外面凉快，比成都好噻。但是热的不得行，回来了哦。这边成都还最热的噻，还是青海那边啊，外面反正西藏那边凉快多。但是紫外线太强了，就是每天都是这道晒。一道晒。你看那两个小朋友，那个妹妹和那个两个不是老家待那么久嘛，都晒成棕色的了。那香山，可是的，这一只香山了，这长着那香山了。那干嘛？那干啥？今天曲曲儿穿这么正式。打火好了吗？新歌叫新的。大一点。不容置疑。哇塞，都9点钟了，不知不觉都9点了。我这个拍了51分钟，现在还没够热。今天34度，室外体温。5个，他们5个人，曲儿加个5加我就6个。应该把那个耳角认清楚在前面的。还有那个
老湖那边隔得比较开呀、你们什么时候好？啊，什么时候好？应该不知道哎，他们几天嘛？需求不都是什么有也穿的随时每天在变啊，没什么时间了嘛。他们这个小西西和人金座应该在前面连成一片儿。安多巴部落就有点时间有点长，太长了，4分多钟。哎，走了，都9点钟，太热了，换地方吗？不换地方回家。哪儿不走？天才黑。哎呀，风扇吹一下哦，这有点热呀。最近都是新舞，他们都很多不会。后面都是新舞。对，后面都是新舞。哎。这边吹吧，现在吹噪音。好热呀！去正汤背上都湿完了，丽丽也是，基本每个人全部都湿透了，全是汗水吧，很正常。我现在都出汗了，我这里用那个沃尔风扇在吹。
新车应该站前面去，等会儿现在来不及了，没什么时间了，只有几分钟了。其实这个安多巴部落也不怎么好听，就歌一般吧，不没有他那个什么。他记得这1、2个月，这1个月出2、3首歌曲，王三八蛋的那个。跳黑警货。全部是的。这个17，你们是不是认识他是不是17？你们两个在一起，你都基本分不出来，两个谁是谁，真的很像。等会儿叫他们站在一起，等会儿他们要在里面去拍，没事，等会儿因为那个在另外那个场地去拍，等会儿叫他们。哇，这让三八蛋的这首新歌，这是说三八蛋这几天，对这段时间出了几首，对他出了好几首新歌。对，还有那个是另外一个谁，张阿叔跟那个张阿叔左浪几个他们编了好几首新歌。张阿叔是跳舞的嘛？不是，他们就编了有音响就会配啊。有马叔叔，你的音有音响就可以。不记。不，他们有一会儿有。都有，等会儿要等那你看他上去的几天，你看就最黑的嘛。全黑了嘛？对啊。你上次全红的。上次还是都涂点那个什么。防晒霜没用，他们戴的太久了，戴1个多月。全是紫外线嘛。要涂防晒霜。哎呀，你在都几点钟了？我到家都7点了。你跳的没看见人了嘛？我刚刚到。对，没带出来，他脚上歪的。为啥？是不是脸晒得脱黑了？有的吧。看嘛，看那两个小朋友看到了噻。他还没我说的，那天我说的，今天晚上，天我就缺哈嘛，2个我说算了，你骑个车来，电动车那么久没骑都没电了，刚好骑2点呢。开学他们来个，没来呀？没看人，没看人呐。刚才回家放没看到人。把身上那个他肯定衣服换了。
肯定先那个噻，才把这个裙子穿起来，先到衣裳那边，好肯定噻。今天穿的很好看的衣服。今天实际穿一个穿的很漂亮哈。他们4个队员穿的比较算是比较正式那种，莉莉啊、瑶瑶、27还有曲珍。不是，他们说的他们要来。啊？做好的面。没跑去。这跑的幅度太大了，然后每次要对着他。可以了吗？你们3个跳了吗？就不记得，我知道他剪一下。啊，你直接跟他说，他直接放就算。就不记得，电视问一下你们剪一下。不记得。他有临时说一下。对啊，这边那个不用，直接你跟他说放就算。我不想在这跳，尴尬。啊？这跳。有什么尴尬的嘛？还没出来。你在跳舞那个地方都。我们在那边跳。拿错过扎西，哎，等会儿他们4个人要跳嘛，等他们不跳，我要叫他们跳。他们4个再加上把那个任金错也叫上，5个。把蛐蛐也叫上，或者是。上面跳的话，那谁在中间？我。对，他中间嘛。要么你在前面跳也可以。你们跳。一般都是。啊，你好厉害。对，日本的早了1个小时，澳洲早2个小时。这个短一些，他编舞的，声音好小。直接要把那个谁，从第2个干嘛？从第2个开始跳啊？要跳吗？跳对。我会跳第1段。这个太长了，是不是？啊哈哈。好难得呀，第1次。他以后都经常在一起了。啊
藏族不存在，曲珍是藏族，其他都是汉族。哎，往后多退一点。他们对跳舞要求、动作要求都很高，每个人要求都很那种。认真一点。要有一半藏族。瑶瑶，哎，把表情放出来。瑶瑶以前都不会这么化妆，真的很。瑶瑶都变了，以前都变不了，惹不到了。以前不是这种。不要逗他们笑。还有贾模也喜欢在一起，他们5个。贾模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族唱的。他是彝族，但他们5个他们喜欢在一起。贾模也相当于他们5个人经常在一起耍。贾模在的话，他也可以一起跳。他们几个力跳最柔软的。因为他们对那个跳舞的舞姿要求很严，那个要求。要求很高。你的狗狗呢？狗狗再等几天吧，还没好。他们说你的狗之前被个小朋友还给偷走。就那个小98的儿子，7岁那个，走了。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惩罚？没有啊，就派出所调监控才知道。后面他把狗狗放这儿了，没回家了，然后就在那儿一直等我。好乖呀！都要到1点钟了，10点半，12点钟左右一直在这儿，后面一直找他找到了，他一直等到的，旁边那个面团一帮我一直等到的，对，帮我收到的，对，帮我收到的。他们4个人8种颜色，1个人2种颜色。8步路跳8个颜色。对，8种颜色，8个步路。喝一点，看一下他会不会看一眼我来看，然后我也跳。但是你们3个可以在前面。不要动啊！不要动7啊！不要个。往这边移啊！确实凉了。等一下，往你们右边移动一下啊！可以了。好。我是用光脚。这边还有那么多，这边好像这边视频的人还多一些。分开的。分开的。我是同一个频道。
上面说的是你这儿说的啥？说的是有人上面有个往你们左边再移是用一点啊菜。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？太多了，它里面都是一些看了1年多的了，都认识。小哥好久没来了，在老家吧？我明天就回来。明天回来了。明天回来了。他应该有新的舞吧？也是人生兴衰的，嘿嘿，怎么都不用放歌了？对啊，53还可以到半个小时。
看人清楚在不在。姐脚挡的大一点。哦，还有我也是那个嘞，挺好的嘞。重新来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过一下，重新过一下。好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爬那儿，爬那个地方。早就湿透了，他们早就湿第二遍了。斜着排，他们这样4、5个人。
啊，准备啊。50%，这个23%。我靠，还有10分钟就没走了。
我拍你一个人的哈，好，很平嘛，等我拆下来嘛。猜一个嘛。Music, OK。小李，快稍微过去一点嘛，谢谢。学校的9月10号就走了，我都不知道哪个学校，反正没在成都。把我实际长得像，我实习长得，哎，长相很像，你仔细看嘛。什么票走了？就这个票就走了。是啊。还有2天嘛，1、2天。